竹枋寮地区拥有200多年客庄历史，丰富的人文风貌成为当地特色。位于上下寮里交界处，西河堂是一座传统客家风格的老建筑。最特色的就是我们的屋顶上有一个吉星阁，象征我们子孙在这里生活永远代代相传。水车堵上四不族故事的泥塑，透露着浓厚的警示和教育意义。这里有那个人生四不族的故事。第一个是那个武帝为君欲作先啊，武帝贵为天子啊，手上有无限的权力是吧？他还想一心求仙。每个角落都有故事，满墙书法是当年屋主的励志文章。正厅神桌下供奉龙神香位，如今依然守护着老宅。西河堂已经有248年的历史了。像我个人到处喜欢走走，爱一好里行，推荐大家来这里看看。枋寮地区伯公众多，早期以几块石板搭建的大伯公，几经整修改建。10年前为保留当初石板特色，居民筹资重建福星宫，从石雕伯公神像到主体建筑，甚至香炉，全部都以石材打造。各地的游客有来看的话，他会大吃一惊，有那么大的一个石头在这边，充满文化美感与历史深度。走一趟枋寮客庄，有太多精彩故事等着我们不断发掘。上课喽！爱一好里行，爱一好里行，爱一好里行。